各有营养，用途也真蛮多嘅柠檬係佢平常嘅東西。台灣檸檬主要係青皮檸檬，檸檬個強寒強水，真適合喺南部種。全台灣有87%嘅檸檬係來自高屏地區，其中又有9成係來自屏東。屏東是得講係檸檬嘅故鄉哦。檸檬一年頭天如有好賺，唔過價是稀稀落落，春果1公斤輕貴賣得到100個元，唔過熱天秋天太出的時節，甚至會放到冇400元哦。就因為安尼，高雄農改從4年前開始推廣檸檬產期調節技術，提高春果開花打果嘅幾率。檸檬運銷合作社就開始喺太出的時節來搞檸檬水減起來，幫從檸檬嘅使用期限。本地內需市場也開拓外銷市場，而本國多人認識也台灣人有嘅綠翡翠。啲屏東有影響種檸檬種為20元嘅鳳爪木，當日經日嚟悄悄按樣，古天氣高原順順看看見檸檬。睇先，我哋一般得咧煎啊，煮愛煎要7分半，沖入嚟話也都煎唔得咧，也幾好煎，也差唔多要9分半熟嘅。3月人前嘅800鳳仔，將鳳爪木嘅檸檬葉抽打槍槍，辛苦嘅按東人嘅心血，入下木就冇槍槍，鳳爪木連愛膠就冇木質。以前是中華的嗰邊嘅橋嘅湯嘅生油啊，湯香啊，佢嘅800嘅鳳仔啊，嘅酥嘅種嘅奶嗰油果奶啊，米漿啊，油果奶啊，係啊，種鹹下去，幾條酥嘅種鹹青青啊，能觸及到嘛鹹青青。東北嘅鳳爪木要前田地來種作，是唔過但是係種青菜，唔過佢行去接送留其他嘅檸檬農交流種嘅經驗。因為我哋檸檬啊，是用油嘅薯條係夾嘅，唔可以衝比較嚟講啦，衝一條嚟講，一條啊，一條嚟講啦，佢是講一拍，那要幾一件啊？佢是講一拍數件啊，一數那難嘅，唔可以種嘅呢油嘅條係夾，佢一種係嘅呢油嘅數件啊，佢會提供它的養分。一拍數，伊個數都不紅嚟。檸檬來講呢，一年四季啊，如果開花結果啊，整個年度呢，如有好舒適，所以呢，唔會像有啲作物呢，像人種絲禾啊，像種土谷呢，有1期2期嘅，舒適呢睇5年6年，伊個整年度呢，如有好舒適，所以嗰度農民呢，近幾年呢，也價錢也唔會差，嗰度我哋一行嘅農民呢，就有專作嚟種檸檬。檸檬太快喺1920年傳入亞熱帶嘅台灣，主要嘅產地就係喺高雄同屏東，總嘅面積總共有1600公頃，其中屏東縣係台灣檸檬嘅生態產地，生產嘅檸檬係綠皮檸檬，因為香味同酸味就比美國黃檸檬同馬來西亞嘅香水檸檬較淡，故所有人喊做係綠翡翠。我們的緯度，包括我們的就是土地土壤的問題，所以我們種出的檸檬都是香氣很香，然後酸度很夠，所以我們的其實我們的競爭力很好。像先前我們就是有寄一些檸檬原汁到大陸去，然後大陸那邊的人就說：哦，小姐，你們放太多的香精了啊，香料。我說我們都沒有放任何東西。他說：哦，那這樣子你們的檸檬汁真的很有競爭力。民國87年，一群農民正喺屏東東地簽有規模嘅檸檬運銷合作社。
千多年的时间，有将近200个农民工业，用身体出社会方式提高农民的收益，没减少消费者买的成本。通路就是一般我们就是拍卖市场，然后还有一些超市通路，还有一些比较大的连锁的饮料店通路这样。雷蒙虽然喺今年头天就会开发，不过主要嘅花期喺啲春夏季节2月到8月咧。开发可以先正月过后就会开始打籽，推出嘅时间係头7月咧到反正年嘅正月咧。有时间一般来讲推出较无价，那会驱动季节9到12月咧大花唔多，到为春天自然果子出售。有时间雷蒙接受嘅唔拉卖去太价。2月、3月结婚吼，也时节假使应该会最过，因为假使也时节吼，冬天的时节产量最好产量品质最好，吼，所以消费者消费者最爱。不过有一点讲吼，因为做嘛假使要按ful动高大铁道吼，因为也高大铁道爱靠嘛个靠水果雨水，水果多的时节，可能也要加湿路个差，尤其是卡树的时节，下的时节热年，虽然热年不过热年的时节也品质会差，所以伊也加湿会落下来。用民国95年雷蒙加湿算係东江嘅1年做利嘅，今年平均1公斤嘅加湿有40元以上。不過加濕清高嘅1月咧，同清大嘅8月咧比起來，加濕數漲嘅會5倍咁多。以我哋呢春果嚟講，如講啊，冬花春果咧，如天好時節，如喺2月份一講啊3月份到5月份都天好價時節啦。一下都有。喺以去年嚟講，都8個月，喺100至150每公斤嚟講。喺7月以後呢，6月、7月以後呢，嘅春花下個時間呢，當然價錢都過唔冇，都差唔多12元到15元一公斤嚟講，嗰可以20元啦。95年按好價，農民看到猛結聽上菜來種，結果2年過後，雷蒙有負責嘅96、97、98年嘅產量增加動多落大價。98年7月嘅平均價是還跌到1公斤，春冇10元。有咩稀落廠有2年嘅價格，有咩貴嘢多太多啦，係嘛你啊？都97、98年有2年該唔冇啊，係咪啊？鐵量鐵多怕啦。產量它緊嚴重嘅鐵道嘅，雷蒙成本廠下嚟，唔能1分田皮料藥嘅嚟講，1年1分田差唔多4萬元。廠下有3分田，我係統計過嘅，去年你都藥嘅皮料用係12萬，我哋講1分田係4萬元，1公斤起碼15元上，15元都差唔多半錢，係咪啊？再個行嘅時都能有好飲食啊！去年受到800風災嘅影響，加上嘅變化千態嘅1年，一度種地高頻海順嘅雷蒙鹽本太水大鐵，造成雷蒙嘅產量減少動多。唔係太水加下，加上按個5月嘅平均加息限期到位過100元，就將90年農民搶種嘅情形又再個發生。今年他們是說已經有開始搶種，我回復一些部分的，就是之前88風災已經有減少的100-200公頃的部分，已經有慢慢在恢復嘛。那因為就是很多農民一直覺得說檸檬的價格很好，那他們就開始都有搶種。那我們現在很害怕，就是2年、3年以後，哇，整個檸檬的產量又出來了，我們又很怕它價格會跌下來。為到改善雷蒙加濕變化安態嘅現象，高雄農業改良廠對98年起時，第3天進行雷蒙產期調節技術示範推廣，教農民喺清好嘅時節減怕先減低位果子，增加秋冬季節清好價嘅時節嘅打籽率。我們經過研究之後，有發現產期調節的技術，也就是說可以把檸檬的盛產期調到冬天到春天這一段時間，那它的價格就會比夏天要高很多。那這個當然就是可以用一些物理的方式啦，還有肥配管理的控制，然後再加上一些這個比如說年燒的技術
那就可以把它调到一个最高价钱的时候来生产。这样子的话，可以分散柠檬的产期。以前一年农民最主要是土法炼钢啦，用的产期要用的调节，伊根本唔对啊，伊就随便乱剪，随便乱剪的时间，伊就冬天的时间就一天磨呀柠檬。不過，老農民接觸新的概念冇按改，還會較多嘅時間同心力來推廣。这边农民里边大概有2个农民会做成功啦，其他你因为啊啲东西吼要持续来，啊你看田伊唔超时，假如说你拄到你修剪都冇3個藝術生長，要拄到落雨嘅時間，你就該插咩？哦，嘅調節都唔好，而家嘅乜嘢啊調整就唔好，產量唔好時，人1擺唔好2擺唔好，農民就唔會死，要變伊爛嘅就安尼。以往係見家路去吃啊，哦，開始去吃看咯，慢慢的，因為也咩自家做筆記，哦，自家來慢慢嚟吃，安尼啊，也咩冇講一下講，哦，今日都吃嘅時候，也可能要經過好多年。唔像同佢拍掉下來，哦，我去催化一掉。唔像係見家開始去吃差唔多11日幾下，比2看要下不過多麼。係咧，因為佢喺熱氣嘅時來化哦，雨水多，嗰唔會來化。檸檬咩嗰降水，又嗰降寒，係咪啊？熱溫度太大，而咩唔會來化啊？除咗做產量調節，農民還會再過路線8度抗外賣到內去，屏東縣檸檬運銷合作社。對94年起始設立嘅檸檬水加工廠，將推出嘅時節嘅60%到70%嘅檸檬搞做水流電來賣，保險嘅方式老早起來嘅檸檬流行較久，一路一度入閘上一度嘅工同本錢都數放養。一開始量很多的時候，我們還是把檸檬就爛掉的，就是一定要倒掉啊，我們也不曉得要怎麼處理。那榨完汁。把它保存起來，其實電費也是一個問題啦。但是至少它可以解決，當下不要那麼多的果在那邊。然後因為很多就是商人啊，看到那麼多，他就會想說啊，那麼多他就會壓價格。那像現在包括台灣的台商一些泡沫紅茶店，他們現在到大陸地區，開的那個連鎖店，然後裡面的檸檬汁，他們之前也是用大陸的，然後可能不習慣。調起來的味道真的也沒有像台灣這麼好，所以他後來還是整櫃跟台灣這邊進到大陸去。講幫助啊，有啦，像辦講，他們講啊，俗雖然俗，但是有出路。今年可能廚房嚟，能用啊，今年椰子房嚟，冷凍，安尼，最起碼啦吼，莫講啊多鑊嘅啦。原來唔係講啊吼，希望同人賣個好價，盡量同人尋出路。有出路都表示講啊，吼，要帶動人哋農家人啊，啊，尋通路嚟都可以跟佢生活嚟啊。合作社拄嘅一隻國嘅有一個簡單嘅檢測室，大家農民送來嘅檸檬就要經過把關，唔合乎標準嘅就賣唔得。除偏5年合作社今年2月咧推出嘅檸檬生產履歷，提供消費者很較好嘅選擇。產銷履歷目前在國內來講，就是說，當然他們有一個標準，就是說我們在施藥、還有施肥，然後包括採收，我們都會把這一個過程登錄到所謂的有一個產銷履歷的網站上面。產銷履歷在推廣的過程，它還是會有一定的難度，因為其實有一些他們是比較老一輩的阿伯，那你要他們去更改他原來的用藥習慣，然後來跟新的那一種用藥習慣來比，然後不管是在習慣或者其實他們在用藥的那個成本上面，還有在人工上面，其實都會花費比原來要更多的心力跟那個金錢在上面。唔過為推廣生產履歷冇按改，除咗生產者要付出很較多嘅心力同本錢，還要同路上嘅配合，將做得順勢推通。我們遇到一點瓶頸是，廠商他不見得可以體會這一件事情，所以他就會覺得說，一樣都是檸檬，那即使你有產銷履歷，即使比較安全，可是他也不覺得他應該要多花一點的成本來拿到這些東西，去讓市面上的消費者可以有所選擇。
确实，雷蒙同台湾一度的各自共用，就遇到驾驶变化动态的问题，也向台湾雷蒙农民指点转型，改变本地的想法，接受产量调节、生产利率也调成观念，更加进行开发雷蒙相关的新产品。虽然短时间内还无办法看到成果，也还无办法外销到日本，也系其他的国家去。不过雷蒙水成功卖到中国大陆去，唔但将当年为屏东县雷蒙运销合作社带来560吨嘅销售业绩量，还卖到唔拉卖。未来同路未计划爱拓展到香港、加拿大一等素材，希望透过安样嘅方式，独到嘅开拓雷蒙嘅外销市场，未打造出台湾六翡翠嘅品牌之路。以上录系下礼拜嘅客家新闻抄资，感谢大家嘅收看。将嘅自办贴有人讲抢名额，当年寒天如果对北部比较多，过少南嘅南部，主要分布喺高雄、屏东同台东。艺术大学有限事业管理内主任邱延芳，带领嘅研究团队喺台东已经做咗10多年内办贴跑访同研究，也对自办贴嘅古神素材受到破坏，也嘅寒天停留时间越来越短，数量也少加过多，看到大自然本人类嘅警告。下礼拜向下嚟关心，我哋再会。